因上東張西望，成名的河伯何太，作攝於屯門精田村徵信樓戶閘。何太指其後腦被河伯割傷流血，但何太咬河伯手指至骨折，更騎在河伯身上撞頭落地致河伯頭部裂傷。河伯被控有意圖而傷人罪，何太被控傷人罪，案件今於西九龍裁判法院首次提堂。河伯仍留院觀察而未能出庭，何太無需答辯。裁判官朱文漢把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在屯門裁判法院再訊，期間何太獲准以5000元保釋外出候訊，河伯則需在6月5日或以前被帶到屯門裁判法院應訊，期間交由警方看管。77歲男被告何報稱為退休人士，他被控一項有意圖而傷人罪。他被控於2025年5月30日在屯門精田村徵信樓25樓電梯大堂，意圖使葉秀定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葉秀定。44歲女被告葉秀定報稱為家庭主婦，她被控於同日同地非法及惡意傷害何。控方表明何今日仍受傷留院而未能出庭，裁判官朱文漢批准何出院後到屯門裁判法院第一庭再提堂，暫定於6月5日或以前再訊，期間何交由警方看管。何太出庭低頭默不作聲，葉秀定穿上白色 T 恤及紫色風衣，戴上藍色口罩，紮低馬尾，雙手垂下放在身前，低頭默不作聲。控方申請葉秀定無需答辯，申請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再提堂，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及索取何的醫療報告等。據悉，何太咬河伯手指至骨折裂傷，河伯頭部被何太騎坐在身上猛撞落地，令河伯頭部裂傷，而河伯現時仍然清醒留醫。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再訊，裁判官朱文漢把案件押後至7月25日在屯門裁判法院第一庭再訊，考慮到本案性質嚴重，期間批准何太以5000元保釋外出候訊，需交出所有旅遊證件，不得離開香港，不得前往內地或澳門，需居住於報稱地址，每周需到屯門警署報到3次，不得直接或間接接觸控方證人，不得與屬證人之一的兒子討論本案，不得返回案發地點，如更改地址需於24小時內通知警方。大批粉絲早上9時許已到場等候開庭，保安表明庭內只有25個公眾席，公眾約於早上11時在保安指引下入席，25席全滿。保安叮囑公眾法庭內不得拍照，要求各位切勿舉起手機，以免產生誤會。旁聽人士在本案完庭後隨即離開法庭，有旁聽人士說佢話佢靚啊嘛，咪過嚟睇下佢有幾靚咯。新聞報道完畢，如果對以上新聞有興趣，請訂閱並推薦一下，多謝。